你有冇試過每逢夏天，房外面就傳嚟滴滴滴滴，好似催命符一樣嘅冷氣機滴水聲？如果只係滴落晾衫架嗰度都算啦，問題係樓上嗰架冷氣機已經幾年都係長期咁樣滴緊水，滴到成幅大廈外牆嘅紙皮石濕淋淋，甚至乎係黑掹掹生晒青苔咁。你上門拍門投訴，樓上每次都敷衍你，一係就係話整咗，一係就話我都唔知邊度漏喎。結果好咗2-3日之後又再滴過，你打去食環署投訴咩？調查員落到嚟，一係話樓上唔開門入唔到去，一係就係話調查過揾唔到個源頭，層層推搪，最後就不了了之。你睇住自己屋企嘅天花板同埋幅牆開始發毛同埋起泡，好驚外牆嘅紙皮石因為長年受水侵蝕，遲早有一日導致到石屎剝落剝傷啲途人。到時大廈法團又或者相關嘅責任業主，可能要面對嘅係更加嚴重嘅民事索償，甚至可能要負刑事嘅後果添。而呢一個風險反而係迫使法團更加要積極跟進嘅有力論據啦。我想同全香港所有深受折磨嘅小業主講，遇到呢一種長期冷氣機滴水嘅問題，你哋係唔可以再單靠食環署噶啦。食環署效率低落，每次投訴完幾日呢，先至喺辦公時間派人去睇。辦公時間喎，人哋都返晒工，冇人喺屋企，入唔到屋，又冇開冷氣，梗係乜都查唔到啦。所以我哋要用香港嘅法律同埋大廈公契，直接同佢民事開戰。今日我會教大家點樣跳過食環署嘅官僚程序，用2大民事途徑合法逼佢整好，兼且我哋仲要佢賠償呢幾年嘅精神同埋財產損失添。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嘅片，大家好，我係你嘅大廈策略顧問 Roger。我係一個註冊土木工程師，亦有10幾年嘅物管經驗。呢個頻道我會用行內人嘅專業角度，幫香港普通小業主拆解各式各樣嘅屋苑管理難題。想學識點樣保護自己層樓，記住而家就訂閱我呢個頻道，點讚呢條片同埋打開個小鈴鐺啦。好，我哋講翻正題。樓上冷氣機長期滴水兼整濕外牆，喺香港到底踩中咗邊3大法律要點呢？我哋而家即刻睇一睇。如果樓上再同你講，我冇義務幫你整㗎，又或者食環署話好難跟進，你就要根據呢3大法例去據理力爭啦。第一點，佢哋係觸犯咗《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12(1)G 條，因為樓上唔開門，好多街坊真係以為食環署冇樓上辦法，但事實上問題係食環署有時唔願意做足程序咋。根據香港法例第132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12(1)G 條，任何冷氣機或者通風系統唔妥善排放冷凝水，以致妨礙他人嘅情況呢，喺法律上明確定義為衞生妨擾。食環署係有絕對嘅法定權力去處理嘅。如果樓上拒絕開門配合調查嘅話呢，食環署督察係完全可以根據同一條條例裡面嘅第126條，向裁判官申請入屋手令，由執法人員陪同下強行進入，進行色水測試或者檢查嘅。如果調查證實違規嘅話呢，食環署係可以根據第127條發出妨擾事故通知。樓上如果喺限期內唔遵從嘅話呢，一經法院定罪，最高可以被罰款25,000蚊，其後每日仲可以加罰450蚊添。食環署同你講冇辦法，好多時係因為前線唔想幫你做足程序寫 report 申請手令啫嘛。第二點，直接違反咗大廈公契同埋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I 條。樓上唔單止滴水，水已經由外牆嘅紙皮石滲晒落去啦。大廈外牆喺法律上係屬於全體業主共同擁有嘅公用部分。根據絕大多數屋苑嘅大廈公契以及香港法例第344章嘅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I 條，任何業主都不得對大廈公用部分造成損害、更改或者不合理干預。樓上冷氣長期整濕外牆，導致紙皮石鬆脱、生青苔、石屎剝落，咁已經係直接損害緊大廈嘅公共財產啦。大廈法團同埋物管公司係有法律責任去維護外牆嘅。法團可以根據第344章附表10賦予嘅權力，
除咗可以入稟土地審裁處申請禁制令之外呢，仲可以要求樓上立刻修復嗰部冷氣機嘅。如果樓上唔肯整，法團亦都可以聘請工程公司搭棚去修復外牆，然後將整個嘅棚架工程啊、打防漏針啊、重鋪石屎啊、鋪紙皮石嘅所有費用呢，都可以化成債項向樓上業主追討㗎。第三點就係普通法下嘅私擾罪啦。如果法團怕事唔肯出頭，食環署又繼續推搪，我哋做樓下嘅受害者係咪只能夠逆來順受呢？絕對唔係。喺香港普通法嘅體制下，樓上長期滴水漏水，導致到你無法正常享受你嘅物業，擔心外牆滲水入屋，甚至引致牆身發毛，喺法律上已經係屬於私擾行為。你作為受影響單位嘅業主，係擁有獨立嘅民事訴訟權㗎。根據土地審裁處歷年處理大廈滲漏案件嘅既定法理，原告小業主只係需要喺民事舉證標準下證實漏水同樓上操作具有不可分割嘅因果關係。咩意思？例如開冷氣機就漏，熄冷氣就乾，法庭就會頒布民事禁制令，強制佢去維修㗎啦。更重要嘅係，你仲可以向佢索償物業受損嘅維修費、公證行報告費、幾年嚟嘅精神及不便賠償，同埋如果你因為外牆滲水導致到層樓租唔出去嘅實際租金損失添。為咗幫助深受滴水折磨嘅業主打底，我做咗一個維權效益對比表俾大家參考。喺呢幾秒嘅時間，你哋可以睇下。如果睇唔切，最好截圖落嚟，之後再慢慢睇。遇到呢種整兩日又漏翻嘅情況，我哋作為普通嘅小業主係可以用以下專業合法嘅手法去處理嘅。第一步，我哋就係要建立無可辯駁嘅證據鏈。樓上最中意開口就係話我整咗啦，食環署最中意就係答你揾唔到源頭。你要破呢一個局，起訴之前你起碼要做3件事。第一件就係連續14日影相同埋拍片。每日定時拍低樓上開冷氣機嗰陣時，外牆紙皮石由乾變濕，又或者水珠不停滴出嚟嘅高清影片。第二件就係用紅外線熱像儀搜證，唔係貴，喺網上面花幾百蚊買一部紅外線相機，拍低外牆成幅濕晒嘅溫度對比圖。喺紅外線嘅畫面下呢，有水滲漏嘅地方應該係呈現深藍色嘅低溫區嚟嘅。第三件，記錄樓上開冷氣嘅時間。如果佢一開冷氣半個鐘頭內，你用紅外線相機影到佢個外牆係變咗深藍色，而佢一閂冷氣嘅時候呢，外牆就慢慢變乾。呢種時間軸對比喺法庭上就形成咗強而有力嘅因果關係嘅證據鏈啦。第二步就係利用大廈公契同埋外牆維修責任去逼管理處發出最後通牒，帶埋你用紅外線相機拍嘅相片同影片，行落去管理處直接揾經理同佢講：經理，你睇清楚，呢度有晒14日嘅紅外線相片同埋時間軸對比，樓上冷氣機長期滴水，已經將大廈外牆嘅紙皮石完全浸濕，閂晒青苔黑掹掹。咁樣已經嚴重違反咗公契同埋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I 條，破壞大廈公用結構。如果因為管理處怠惰唔處理，導致到紙皮石鬆脱跌落街剝傷人嘅話，又或者外牆結構受損，我哋作為業主喺業主大會上面一定會追究管理公司嘅法律責任同埋專業疏忽嘅。唔該，請管理處立刻向樓上發出正式嘅律師信，表明如果佢唔徹底更換冷氣機排水喉又或者底盤嘅話呢，法團係將會依法入稟土地審裁處申請禁制令，並將所有搭棚檢查外牆費用全數由佢個單位承擔㗎啦。物管公司一見到外牆結構可能受損，而且你有齊證據去追究佢哋保養不當嘅責任嘅話呢，佢哋就會由被動變主動，日日向樓上施壓㗎啦。第三步就係自己揾公證行，又或者發出民事索償律師信。如果樓上依然賴死唔肯合作，你自己可以聘請一家認可嘅獨立公證行上門做一份正式嘅滲漏調查報告，
攞到報告之後呢，直接委託律師向樓上發出一封民事索償律師信，信件內容大致係咁樣嘅。根據專業公證行報告，閣下之冷氣機長期滴水，已對本人單位之外牆及結構造成實質滋擾，現限令閣下於7天內聘請合資格技術人員進行根治性維修，否則本人將立刻入稟土地審裁處申請禁制令。屆時，除要求閣下承擔所有大廈外牆紙皮石維修費用外，本人亦將一併追討過去幾年來因閣下不作為而導致本人對外牆滲水風險之精神損失賠償、公證行報告費以及本案之全數律師費。呢封信喺法律上係一個強而有力嘅開始。呢個業主之所以幾年嚟都唔理你，係因為佢以為違法係零成本啊。當佢一打開呢封信，如果發現唔妥善維修，下個禮拜就可能要面對法庭禁制令，而且隨時要拎多幾萬蚊出嚟用嚟賠償外牆搭棚費啊、維修費啊、律師費啊、工程行費啊等等。佢分分鐘夜媽媽都揾個師傅上嚟維修好佢啦。多層大廈嘅鄰里關係好多時候都係欺善怕惡嘅。某啲業主明知道自己部冷氣機滴水滴到樓下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外牆生晒青苔黑掹掹，佢都視而不見，敷衍你一句整咗啦。貪嘅無非就係嗰幾百蚊嘅維修費。如果你啞忍，又或者盲目等待效率低嘅食環署，最後損失嘅就係你自己層樓幾百萬嘅資產價值，同埋每日擔心滲水入屋、天花板發毛起泡嘅精神健康啦。記住，香港嘅法律係保障積極維權而且準備充足證據嘅人。學識攞起紅外線相機去搜證，引用大廈公契同埋公共衛生及市政條例嘅法律原則去保護自己。當你用律師信同埋一張幾萬蚊嘅維修單掟去佢嗰度時，再惡再唔敢負責嘅鄰居都會喺法律同埋金錢壓力下低頭。維權唔好等，今日就要採取行動啦！如果你住緊嘅屋苑最近都係面對緊樓上冷氣機長期滴水整濕外牆，食環署又推搪唔做嘢，你想向我諮詢嘅話呢，非常歡迎你喺下面評論區留言，講低你屋苑嘅名、現時遇到冷氣機滴水嘅情況，我會用我嘅知識同埋經驗喺留言區盡量幫大家可以點樣依法處理。想繼續學識點樣用法律同埋專業知識保護自己層樓，記住訂閱我嘅頻道、點讚分享呢一條片，同埋打開埋個小鈴鐺啦。好啦，講到呢度又係時候幫自己戴翻個頭盔啦。今日同大家拆解嘅冷氣機滴水之要、大廈公契外牆權責同埋普通法私擾罪民事索償呢，純粹係我以前喺物管界同埋大廈結構工程上累積嘅個人經驗同埋法律條文分享。呢個內容並唔構成任何形式正式法律嘅訴訟同埋指引，亦唔代表食環署、土地審裁處或者區域法院嘅官方最終執法或者判決意見嘅。雖然我教大家用民事程序去維權，但係每個屋苑嘅大廈公契對外牆維修責任嘅劃分條款、物管公司嘅合規處理機制，甚至公證行對滲漏源頭嘅鑑定實況都各有不同。所以大家喺採取任何民事法律訴訟之前，請務必根據自身屋苑嘅具體情況，向合資格嘅持牌律師尋求專業嘅法律意見。維權手法係要狠，但係程序一定要穩。我係你嘅大廈策略顧問 Roger，我哋下期見，拜拜。